咧最近天气冷，温差真大，医生讲年岁较大的长辈，也则是有3悬的民众，上好尽量莫出门。若感觉身体无爽快，会喘，胸坎会闷闷，单边一边感觉无力，爱赶紧去互医生看，千万唔通拖。 寒天的天气是感觉微微凉，会知出门时，大家拢会加脱几领衫。即摆温差变化大，医师提醒，伫咧气温汹汹降低时，可以引起心血管的相关疾病。尤其现在心血管疾病的好发的年龄也一直在往下降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哈。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，要尽量保暖。医生建议天气冷，透早就莫出国运动。 若是有身体无爽快情形，亲像中风、四肢一边无力、胸坎白白，或者是歹喘气，有异常症头，得赶紧去医生看。一边的肢体无力啊，那或者是说，胸口会不舒服啊，或者是甚至呼吸会喘，还是要尽快就医。冷湿湿天气实在是互人感觉挡袂牢，医师建议有年岁时大人尽量莫出门，或者是有3悬的民众，一定拢要加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